所以揀水晶嘅時候咧，唔係淨係去睇功效表嘅，你都可以問自己點解我會被佢吸引啊？佢觸動咗我邊一個部分啊？佢係咪正正反映緊我而家嘅功課啊？咁你點解你會被某一粒水晶吸引啊？你有冇試過呢？行入水晶店嘅時候，明明有好多揀擇嘅，但你偏偏咧就係對住一粒水晶心心念念咁樣俾佢吸引住。可能咧唔係因為佢最靚，而係你嘅靈魂咧識得呢一個頻率。當你被粉晶吸引嘅時候咧，未必係因為你缺愛，可能係因為你嘅心輪咧正喺度學習重新變翻柔軟啲。係啦，當你被黑碧璽吸引嘅時候咧，未必係因為你好負能量，可能係因為你嘅能量場咧提醒緊你需要界線，需要清理，亦需要保護自己。咁當你被呢個拉長石吸引嘅時候咧，可能係你內在嘅嗰個真實嘅、敏感嘅、同人唔一樣嘅自己咧，準備被你重新睇見啊！所以揀水晶嘅時候咧，唔係淨係去睇功效表嘅，你都可以問自己點解我會被佢吸引啊？佢觸動咗我邊一個部分啊？佢係咪正正反映緊我而家嘅功課啊？咁你揀中嘅嗰粒水晶咧，好多時候咧就係你靈魂功課留低嘅線索啦。